佮来看到地叶是咱出口去美国的主要产品之一。去年外销去美国的产值有到7亿遮济，占整体地叶外销袂到3成。即马因为美国的关税变动，出口商表示也佮咧观察状况，恐惊是爱3个月至半冬以后，这关税对订单的冲击才会呈现出来。农业部今仔早起嘛邀请业者做伙来讨论对策。美国扣对顶关税可能会冲击地米的产业，农业部招农民和出口商座谈，要讨论对策。因为地米的产业较复杂，目前台湾家己生产12000多吨，不过嘛进口28000多吨，出口量要7000吨，以美国是占上济，产值有7亿600万。业者搁咧观察这对顶关税的影响，可能要过几两个月才看得出来。不可能是就是短期内，必然会受到影响，是到3个月到6个月、半年之内，以后才有可能会比较有明显的影响。地米出口美国的产值占整体地米外销的3成。农业部指出，这数量占国内生产和进口量的16%。以蓝地米、红地甲绿地占上济，真多关啊饮料的原料等等，对国内自产的品牌地米影响应该是无大。不过，若准美国的消费市场的需求有减少，咱销去美国的产品可能就销袂出去，伫国内败市。因为它的关税提高，所以会造成它的消费萎缩。所以消费萎缩的状况之下，可能我们在生产面积或者是在农民，我们必须要扶持它。但是长远来看的话，我们是有信心可以卖得更好。台湾出口美国的地米可能会难其他国家的地米，这敢会互美国怀疑是咧生产地咧？农粮署表示，这个爱讨论。另外，针对销去美国的第三业可能受影响，农业部表示会补贴业者利息，有关贷款的额度，嘛会协助拓展市场来应用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